看平湖伫4月底发生一件交通纠纷，有6个游客拍一个在地人，佮共人喊车。经过3个月调查，平湖地检署依照刑法的伤害、强制佮毁损等等的罪嫌，甲这动手的5个人提起公诉。几个游客甲轿车砸落来，摕安全帽啊去牵轿车的挡风玻璃和车窗，甚至甲驾驶拖出来拍。因为4月26日，平湖当地一个姓洪的驾驶伫咧东围迄边，和骑奥多麦的6个台湾观光客是发生行车纠纷，结果互拍。检方调查了后，找伊甲动手的5个人起诉。被告5人涉犯刑法公共场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实施强暴、胁迫、致身公众或交通往来危险罪嫌、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嫌、强制罪嫌以毁损罪嫌。毋但毁损罪，游客动手去拍姓洪的查某人，嘛是涉犯伤害罪。根据了解，姓洪的查某人进前是关官救老爸，迄天是为着看病才出门的，所以互拍甲头含真侪所在拢受伤，事后阁送急诊。代志互平湖的居民真不满，馆长陈光福等人嘛讲，无欢迎暴力分子。我们当然要求重罚啊。那对于我们受害者、被害者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个得到公道的补偿。伫游客一阵6个人内面，敢若一个姓林的被告，检方伫咧问相关人员，含看一寡画面了后，认为讲姓林的敢若是留伫现场无动手，无甲起诉。对了谴责暴力，陈光福嘛讲会继续提供家属法律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